潭中。爷爷，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要烧这些东西？这是祭祖节，献上祭物，奏起号角，以告慰先人之灵，求他们护佑。可惜在这样的乱世，纵然是先人，也保佑不了每一个人。临街张家庄新搬进去的过百口，全都被人杀死了。那些当兵的只说凶手去向不明。哎，天子脚下尚且如此，天下之乱可想而知。西凉军在城内散布流言，说关东联军另立新地，对拥护旧地的城池皆赶尽杀绝。董卓大将李傕更是将自己辖地内的百姓驱赶至洛阳城下。洛阳百姓深信，他们是为躲避杀戮而来，城内人心惶惶。董卓见机，下令班城迁都长安，百姓连夜收拾细软，洛阳城内大乱。终于开始了。我将计划再说一遍。班城之夜，人质将会从西门出洛阳城，然后去往长安。我们就在西门前较窄的7巷落手。获救后的大公子，就由你们带往东门，趁乱出城。残兵已经探得，届时东门守将是杨勤。马帮主，杨勤在洛阳的胞弟，我们的人已经盯他很久了。动手。押送人质的队伍分成2波，大部队从洛阳大牢出发，大公子作为吕布钦点的特别人质，直接从禁军府出发。差不多也该点卯了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回大牢兵营去。马帮主，明日我们里应外合，带大公子回家。兄弟，西凉军凶狠狡诈，你身处险地，千万多加小心。告辞。你不是应该在南城盯着李傕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状况。哦。什么人？再靠近要放箭了！不放箭！我乃郭汜将军麾下传令官。郭将军的人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关东叛军连下3寨，保阳城被围，情势危急，请李将军火速支援。快，通知将军！袁绍军刚从这里经过，是在围攻保阳城吗？郭汜威仪。跟我上，将关东狗贼斩个稀巴烂！天明后班城，押送人质去长安。郭延将军走城中大道，会合第7营官兵。有令。樊稠将军负责押运袁氏一族，走密道出城，会合相国大人。李蒙将军随军护送。得令。关押在禁军府的特别人质，由吕将军帐下校尉李经、许交、徐杰、赵火护送，由大道转7巷出西门，再和我们会合。奇怪，特别人质为何是吕布的人护送？那个叫司马朗的人很重要吗？我等4人速去禁军府。吕布，你将大公子和其他人质分开押送，正中我下怀。让路！急报！计划有变。什么人？
这是吕布军的令牌。郭汜将军的保阳城被围，吕将军有令：袁氏、刘氏、韩氏、孔氏、乔氏、孙氏，此6族人质，由吕布军押送至前线。6族这么多，袁绍、刘岱、韩馥、孔融、乔瑁、孙坚6军齐发，郭汜将军危在旦夕。看来这次围攻保阳城的是叛军主力啊！休得多问，军情紧急，尔等若有延误，军法处置。末将明白，速速将人质带上来。哼！关东叛军敢不退兵，就等着给自己家人收尸吧。让开！军情紧急，别挡路！诸位先行一步，在下去就会。那边快点！你那些是什么人？他们也是吕将军的人啊！你们不相识吗？要把人质带去哪儿？出南城，助郭汜将军解保阳之围。南城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状况。不可能的，关东的内应袁泰已死，他们如何得知今日班城，还能提前部署这样的行动？难道更强的计策已经发动？好身手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黄盖，别让他走，杀了他！知道。小子，还认得这绳子吗？忘恩负义的臭婆娘！困住他！走，这人留不得，别让他通知西凉人。知道了，小子你，受死吧！哥，是你！方儿做得好，谢业。开城门！关东乱军围攻保阳城，我等奉吕布将军之命，带人质出南门退敌。李傕大人出外抗敌，小的拿不了主意啊，请稍等。等什么？郭汜大人城池一失，洛阳必遭围困，这责任你们大人担当得起吗？副总大人，他说的有理，咱们可不能连累李大人啊。但是快，10万火急！副统，该如何是好？3、2、1。不费一兵一卒，袁公子真乃绝世无双。袁公子，李傕出城抗敌，莫非也是？将军似乎已经猜到了。第一步，以救保阳为饵，诱出李傕；第二步，以救洛阳为饵，诱出郭汜；第三步，沿途固步迷阵；最后计算天时。昨夜吴兴、吴越伸手不见五指，郭李两人又都是擅长先发制人的西凉骑射武将。自会上演一出好戏。有袁公子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。运筹帷幄之间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其实力啊，
多谢你飞鸿传书稿至城下一炬，令我得以施展这样的气魄。看来争夺卧龙称号的只剩下你我了。是骑兵，这种速度是护城大将军华雄的赤骑军。护城大将军华雄在此。这就是赤骑军，这些西域的汗血马比我们中途马快1倍以上啊！怎么办？会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会逃脱。照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可逼退华雄，各位觉得如何？秦师弟，你猜猜我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当我走完这一步，卧龙这称号就是我远方的囊中物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开城门！关东乱军追过来了，快开城门！敌人速度很快，是骑兵。放我们的人进来，准备迎敌。将军，他们往城里去了。奇怪，为何如此？竟然往城里逃！他在干什么？莫非……操！掉头！住手！我是护城将军华雄。哈哈哈哈！你是华雄，那俺就是吕布了。混账！将军，这人是李傕帐下，跟咱们不熟，况且现在身上就有五指。夜黑无众，不得出城迎敌，给我攻坚可好？退！快退！有惊无险，幸好有袁公子在啊！袁大哥，这计太妙了。看来华雄那家伙一时半刻是追不上来了。袁公子，接下来应该如何？华雄在城外绕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去另一边的古门。西凉军那些傻瓜怎么会是水镜八旗的对手？一群傻瓜！你果然是个傻瓜。将军何出此言？刚才你竭力阻挡公子们对这女子行非礼之事，同时却暗中派人将此事告知义父。为了令义父欣赏你的忠心，你不惜使用苦肉计，借此拉低公子们的形象。将军莫要含血喷人。义父得此女子的消息，想必也是你暗中散布到公子们耳中的。将军为何如此怀疑我？你的确算是个人才，短短时间内便能晋升为骑都尉。奇怪的是，你每升一级，原先位置上的人即被义父以叛乱之名除去。这心计恐怕已用到众公子身上了吧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漂亮的小妮子，就是你特地带进宫内，用来分化他们父子的绝佳工具。当公子们被义父……够了，你没有证据。这是……哼，自家祖传宝剑的样子，你总不会忘记吧？禁军教头袁泰叛乱，我已将他杀了。原来这人就是关东联军内应袁泰的儿子。袁当啊，你本可助义父一统天下，可惜你不识抬举，偏与叛贼为伍。你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。拿下他们！不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姑娘，过来！别给他们跑了！柜子下面有密道，快推！姑娘，你先走，
我来对付。还看什么？快走吧！抓住他！快！果然，天明之后就是班城之日。关东的傻瓜们，此刻想必都很忙吧？城下一句的真意，你们很快就能明白。是公子，公子，是公子，公子来了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来了，公子来了！公子，公子，主公他被吕布给……我知道，主母、小公子们也全被那畜生给杀了。姑娘，我连累你了。公子。既然失败，那么救人之事，家事归家事，国事归国事。马上联络兄弟们，在七巷部署。是。将密道封了。是。救人，七巷，到底发生何事？莫非……姑娘，请上马。公子，我有一事不解。姑娘但问无妨，袁某知无不言。西巷是西凉军重兵布防之地，你们为何要去？为了救出我的挚友司马朗。什么？他去救大公子？在此之前，我会先将你送至安全的地方。东门守将杨琴何在？家中有急事，马上便回来了。哼，班城之日不容有失，让杨琴速速回来。是。爷爷，我们还回来吗？快走，快走！别等关东叛军入城，把你们都杀光！这是祭祖节，献上祭物，奏起号角，以告慰先人之灵，求他们护佑。可惜，在这样的乱世，纵然是先人，也保佑不了每一个人。我要大哥平安回来。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，从来不会。残存亦末路，兵败如山倒。如何？押送大公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，但我没看见你们的首领。看来是有事耽搁了，不过应该没有问题，可以动手。一队、二队，准备！请，有可疑任务。只有一个人。给我上！保护兄弟！
好滑！灯油，退，快退！怎么办？被隔开了，这怎么办？司马郎，让你们的人速死！公子，久等了。哼，我已经腰酸背痛。岳公子，跑了一夜，我觉得马不行了。速开城！奇怪，北门的赤骑军怎会绕到古门来？快开城，放我们的人进来！为何这么多人受了箭伤？看来损失不小啊！中途马毕竟能力有限，急赶起来就不行。和华将军的赤兔良马相比，真是相形见绌。哼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的赤兔马可以这么快从城外绕至古门吧？就算多跑1倍的路，也不在话下。真的想不到，速度太惊人了。不过，华将军的赤骑军似乎也损失不小啊。不用担心，足够干掉你们。我们怎么办？人家称雄河北，理当精于骑术，怎么会算不准马匹的体力？你们援兵一直没发现吗？等死吧！快跑啊！留在这等死吗？退路也断了。袁大哥，事情已到这步田地，公子还在干什么呀？可还有后继。说什么救人不需要这么多人？你们袁家的大队去哪儿了？都闭嘴！你的人已经乱了。乱是应该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华将军一定会放我们走的。没错，留下人头就放你们走。死到临头，这小子看来已经疯了。若是不放我们走，人头落地的就是诸位了。我从北门追到南门，再由南门追至古门，整个晚上你只有逃跑的份儿。我看不出你的计策在哪里。马匹的差距确实很大，如果我们有赤兔马，此刻早已脱身了。这就是赤兔马的实力。任你诡计再多，最终还是要输在实力上。唉，还不明白吗？哼，总觉得这家伙是在拖延时间呢。对，好让他们的马恢复体力。董卓今日班城，主力已在西门往长安途中，而洛阳城作为掩护全体军民撤退的屏障，此时此刻又不得不守，至少也要拖过今日。但是主力不在城内，兵力有限，支援各城门的任务就落在拥有最强机动力的赤骑军身上。我明白了，你实际让李傕和郭汜在暗夜中相斗，是为了引我出城相助。只要我出城，关东叛军便可攻城，而你们亦可趁机逃脱。可惜
你大大低估了我华雄赤旗军的速度，你完了。既如此，何不过来杀了我？不可！你是不怕死，还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华雄，该怕的人是你，怕你娘亲！公子，袁大哥，你这疯子！华雄，你现在怕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我要你一直追赶的原因，玛丽，我的玛丽！北门方向，信号箭吗？有2只，难道我们的人到了？我用此计，就是要消耗赤旗军的马力。赤兔马虽强，彻夜奔波也已疲惫不堪。如果此时其他地方出事，你还赶得及过去支援吗？现在北门的守军少得可怜，不需要太多兵力便可攻下。洛阳城若有失，董卓定会将你军法处置。华雄，此时不去救北门，更待何时？我也可以先宰了你，再去救北门。别管！华雄军务在身，只杀他一人便回军北门，其他人既往不咎。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不是袁家的。嘿嘿，你很聪明，只可惜聪明人往往不啊！小姐，要生袁公子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年纪轻轻，何必为了……华雄，我们俩还没打完呢！来呀，再战！老东西！弟兄们，别被个女人给比下去啊！又是北门，北门告急！赤旗军的弟兄们，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不是华雄的。洛阳若失守，关东大军入城，你们中有几个能活下去？混蛋！车里的人质，北门的援军，我这一计双管齐下，看你如何应对。华雄，你是要继续在这里跟我们斗，还是抓住一线生机回去守城，好在董卓面前保住你这颗护城大将军的人头？听说北门已失守了，听说这些关东的乱军凶残成性，见人就杀，不想死的就快点儿！马帮主，事情已照您的意思办妥了。至于我的老弟，清风帮办事，诚信为本。待下一批人过关之后，你们兄弟就能团聚了。多谢马帮主。联军攻洛阳，这里很快就要闭关了。辽源兄弟怎么还没到？难道出了什么岔子？北门已被我军攻破，董卓大军节节败退。华雄果然来不及回防，袁大哥这一石二鸟之计太厉害了。哼！大事将成，二位为何面有难色？据探子所报，
联军在平阳的主力已被引往龙山和北林，洛阳附近应该已没有其他兵力部署。不错，但是袁绍军却忽然攻克北门，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。哦，怎么不对劲儿？你显然比我们早一步得知班城之事，却只字不提，只通知你们袁家的人，反而利用我们救人的计划，来实现袁家独吞洛阳的野心。等等，这只要洛阳被攻下，皇帝又被携往长安，这座大城便名正言顺地归你们袁家所有了吧？袁大哥，你不想解释一下吗？没错，我袁家4世3公，更有皇帝诏书讨贼，若没有雄厚实力，如何可行？再者，以你们主公孙坚的野心，我又如何能不防？小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袁大哥别误会，我们忠于汉室，何来野心？自黄巾之乱以来，各位虽也奋力讨贼平乱，但是你们在未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，到底吞并了多少地方？每霸占一城，便立刻征兵收粮。黄巾贼已除，你们主攻此举，又为的是什么？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，这为的是什么？是野心，争夺天下的野心。这种人若不除，天下就只有更乱。怪声怪气，是谁？快给我滚下来！这人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董卓，直到今天，朕才真正明白你的意思。很好。是董卓，皇上在他手上。华雄也在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北门被破，西凉军败相已露。董卓，你还不快逃！你就是水镜八奇中的袁方，哈哈哈，不错不错，难怪华雄会被你吓得屁滚尿流。不必虚张声势，华雄是因为还不知道我的计策，才会被你耍了。什么？如果我真的只是班城而已，此刻怎会还在城内？不只是班城而已。算算时间，那个人应该已被引到皇宫去了吧？那个人，难道董卓的目的竟然是？叔叔如此激进，是那件东西吸引着他。袁绍，朕等你很久了。皇上，臣听闻皇上孤身在宫内，便忧心如焚。原本出护驾来迟，皇上恕罪呀。知道了，都轻点儿。失礼了，臣见到皇上内心太过激动。皇上，您的头发怎么长出来了？袁绍，那人是我弟弟啊。啊？是吗？班城势在必行，但是就这样毁掉洛阳，似乎太过浪费。若是能够顺便除掉袁绍，那就很有价值了。关东叛军那些家伙各怀鬼胎，没有袁绍这个龙头，就只会狗咬狗，不足为惧。所谓城下一举，天下军师何其多，总有人能够破解城下一句之意吧。不过无论谁人破解出来，第一个得悉之人必定是袁绍，那就正合我意了。什么城下一句？董卓在说什么？他们聊得太深了，我听不懂。袁大哥这是怎么了？连袁大哥也被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世上竟有如此厉害之人。这就是战争吗？父亲，我长大了，战场上的事，既然大哥可以，我也一定行。
我这是在后悔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希望北门楼的奇迹能再次降临。老大不在，事情似乎顺利的有点过分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难道他被吕布缠上了？有可能。吕布，你在担心老大？担心他？嘿嘿，他可是个不会死的怪物啊！只是真的很想看看老大和吕布那两个怪物之间的对决。光头，不认得我吗？你是？是你？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这位朋友是？在下袁当，是司马大公子的朋友，久仰残兵大名。他是关东联军内应袁泰之子，因为事迹败露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摆脱吕布的追杀。难怪我们营救大公子时没遇上吕布。我说，梦姐，这是我见过你最有女人味的一次啊！这次洛阳没白来。死光头！报，袁绍已攻下北门，直闯皇宫。董卓呢？董卓已关上东门，准备决一死战。看来我们要另觅出城之路了。我就是为了此事才带袁公子过来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城西是东周的旧王城，那里有一条密道可直通城外。哎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这原本是为营救司马大公子准备的脱逃路线，所幸仍能派上用场。看来只能如此了。只是老大还没到。城内布满易燃之物，而且百姓皆已撤走。看来董卓是真的要烧城了。这就是旧王城，不错。你们先从密道离城吧。小梦，你只要知道是这里就行了。我留在洛阳城内等他，他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他不会有事儿的，咱们先去外面，晚点一样能跟他会合。都别劝我，你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。可是，小梦，带他回来。袁公子，多谢照顾。姑娘执意要走，袁某自不便挽留。只不过，旧王城内遍布机关，先让在下教姑娘开启之法，再走也不迟。以免姑娘带了那位火兄回到这里，却不得其门而入。千年之前，周公旦受命在洛阳建了2座城池，一座为成周，而另一座用来做朝拜之地，便是王城。厉害，有点意思。这趟洛阳没白来。袁公子，
尚未成亲吧？什么？你想也不要想啊，没机会的。没机会？那位可是我们的首领夫人呢。首领为了这个人，命都可以不要。呵呵，今年第10个为梦姐着迷的人了。那2个臭小子，难怪你说什么都要回去找他。大公子，吕布，用于后面！这腿法，这力量，我早就知道，那个不通音律的王允，怎会忽然送一名歌姬过来？所以军师一早便设下死计，引你们上钩。美人儿，惊讶吧？我带来的这份聘礼可还算丰厚。令我惊讶的并不是你，而是一个令我费解的人。元当，不是你的真名吧？让我来再次介绍一下自己。骑都尉兼西凉军第2军师吕布。文人不能武，武者不善文，文武俱备者稀。汝谓吕布是何人？人云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。吾却谓吕布不是人。到底还有多少个吕布？连我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凡是有吕布在的地方，一切都会很顺利。少主可们，一个都不许退！龙椅就是龙椅，坐上去的感觉果然不一样。没想到我袁绍临死之前还能在此坐上一坐。龙，你在笑我吗？文丑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主公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我们中计了，文丑。为了坐这把龙椅，就必须要有人流血，而那个人就是我。今日就是你我的死期呀！我们还可以逃得掉吗？我文丑说可以就可以，不想死的都跟我来！走！董卓，你不过是要我的命，何苦让大汉基业毁在这场大火之中？你怎么这样死得不漂亮啊？死不了的，主公，随我冲出去！皇上，不怪董某烧了这座洛阳城吗？
再造一座就是了。有你皇兄做饵，也不介意吗？如果事事顾虑太多，将来如何管治天下？好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有董卿在，朕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再说，朕此刻也已骑虎难下了。当我是老虎，那你是什么？朕当然是骑在猛虎之上，真龙。胆子不小啊！难怪我这么喜欢你。袁绍已经完了，人质没用了，全部杀光！不要再推了！公子，快想对策呀！你可是水镜八旗之一呀！芳儿，爷爷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正想到袁家世代险恶的原因，一切以利益为先，凡阻碍之事必要摒除。你又想到此刻的形势，爷爷已是一颗绊脚石，能带着我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可笑啊！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你竟仍拿不定主意。你叔叔此刻正身处险地，若是他死了，你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天下最强的军师，绝不能优柔寡断，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行。你背后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不要害怕身边人的牺牲，你可以吗？很好，爷爷很喜欢你的灵智。袁大哥，叔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袁大哥，就是这样吗？对，继续向前，向前，拦下他们！可是前方是河道，我总不能让马车。叔子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别怪我！好，叔子，既然你喜欢我，就要为我牺牲一切。让我坦白告诉你，我袁方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这小子身为军师，竟然如此善于骑术。小姐，不要啊！跳下去，必为乱箭所杀。这就是结局吗？我袁方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死原来，死原来，如此可怕！我不要像他们一样，我忽然怕死了，怕得要死。元芳，如同此刻的我一样，你也只是怕死而已，你也不过如此。北门楼的奇迹，奇迹就是奇迹，怎么可能一直发生在我身上？这种想法真可笑，我真可笑。看吧，就连死去的人
也在笑我。那年的山茶长得很好，他喜欢插花。为了他，我家的花园种满了山茶。只是方儿和孔家小茶姑娘的婚约一旦取消的话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由不得他不同意。现在江东之虎孙坚已占据了江南一带。方儿性格固执，又能言善辩，要说服他也不太可能呢。此时不拉拢孙家，难道让其他家族捷足先登吗？都住口！给我住口！本初你怎么看？少以为孔家能够为袁家带来的利益有限。你的意思是？要做的终归要做，而且要做的彻底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这是为了袁家的利益，对，为了袁家的利益。人们总说茶花耐寒气长寿，为何只有我的话经不起风雨？不可能！我绝不相信小茶是病死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明白的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逼我和江东孙坚之女成亲，为了让我死心，终派人杀死小茶。你既知是为了袁家的利益，你有那么多儿子，他们不更能代表袁家的利益？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进亲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为何要牺牲我？回答我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我父亲，你今年只有20岁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我袁绍一生呼风唤雨，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可惜却生了几个不争气的儿子。所幸20年前，一位杰出的女子终于为我生下了一个天资聪颖的儿子。住口！可惜，因为礼节的缘故，我无法给他一个名分。不过，我始终认为，这个孩子才是我最适合的继承人。我叫你住口！为了让这个儿子可以继承我的事业，我会不惜一切让他得到最好的东西。他会得到最好的生活，得到水镜先生最好的教育。将来，他也会得到一个最有利的婚姻，壮大名声。不，届时，他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和背景，去和我那些不争气的儿子竞争。你要怎样骂我都可以，但你绝不可以曲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意。痛恨我吧，愤怒能催生强大的野心，这样才能令你不惜一切来夺走我的东西。没有屯并天下的野心，袁家就会被中原洪流所灭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我是你的一颗棋子，袁方。有我自己的路。别让他去救袁绍！为了得到你的一切，实现我的野心，少今日还不能死！
黄盖，你这缩头乌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里的人都被你杀光了，黄盖应该也在他们之中吧？还有，最后一个，国贼，天下人会永远记得你的谋朝篡位，永远记得你的不忠不义。今天死在这里的每一位忠臣烈士，他们不死不灭的精神，更会像厉鬼般缠着你，诅咒你。你不只得不到天下，更会受尽后世唾骂。主公，袁绍将死，这人留着也没用了吧？督促国贼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世间将容你不得。对，你将会被自己人残杀，甚至是自己的儿子。胡说八道！主公，让我杀了这老东西！骂得好，像一个不知所谓的泼妇。汉室将亡，并非亡于我手，而是亡于像你这种尸位素餐的蛆虫。你贵为太傅，高官厚禄，享尽荣华，却上不知劝诫皇上，下不知监察百官，是外戚阉党祸乱宫廷，黄金贼寇荼毒天下，赤地千里，民不聊生。你凭什么在此满口忠义之词？我问你，究竟是眷恋自己一手腐化的国家，还是眷恋自己的荣华富贵？圣上，请你不要理会这国贼的胡言乱语。臣等之心可照日月，列祖列宗在上，我们的心。袁奎，你既无护国之见，也无救国之能，甚至你根本不明白天下百姓的心。天下百姓的心，这国贼竟会有如此正见？不对，你不是不明白百姓之心，你根本就是不在乎。扪心自问吧，袁奎，你和我之间究竟谁才是国贼？董卓的样子是在膨胀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幻觉。老家伙，果然还没死！快跳！在下不会水啊！手接手！苗婷，老家伙是孙坚的水师提督，水性好得很，给我再射！无妨，不用管他，差不多该去王城了。这么说，袁绍已成功逃出皇宫了。以袁绍当前残存的兵力，只可逃往旧王城。吕布已引兵埋伏，我们从后方夹攻，这就是天下第一计谋，城下一句的真意。3位残兵到此为止了。残兵的招数你还有很多没见识过，机会难得，想不想开开眼界？雷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咱们趁机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哪里？回来呀！事到如今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只是一个佣兵，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吕将军，只要你带我走，我便是你的人了。公子，她不是你的女人吗？有感觉的不只是我，对吗？吕布，她是我的，你敢？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就跟你走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他说什么？喂，你听见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小梦，你……走了。口中刺。
抱歉，计划失败了。想要挟持我逃出洛阳，残兵果然不简单。公子，好险啊！若刚才的是你，公子，你不是说过要他吗？我可以安排。我没说过，你记错了。不，会死的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我要。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？完全猜不透，仿佛一切都在他计算之内。红色，这是水还是血？如果这是水，为何如此炙热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是人还是鬼？他在笑。人根本不可能承受这种痛楚。难道是鬼？原来我真的到了地府。停！不用来了，我不是叫你们留守在主公身边吗？对付这些西凉人，有这一把斧子就够了。文丑啊，我真的摸不透你的实力。前面把守王城的，想必是更厉害的货色吧。不过，我今天状况绝佳，就算有10个吕布，我也吞得下。见鬼了！主公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就算是10个吕布，你也吞得下。早知如此，就该说10位美人了。这个人就是河北文丑。那么和废帝刘辩在一起的，自然便是袁绍了。听说吕布曾独闯五里军营的中心，单人匹马击杀了独眼龙刘宗，我就觉得奇怪啊，以他一人之力如何办得到？今天见到各位，终于真相大白，吕布原来不止一人，难怪如此厉害。既然知道厉害，还不速速退兵？文丑，敌军势大，不如好，好想与尔等一战啊！各位吕布来！战！一招就败了，还是被腹背，连胯下的坐骑也承受不住这力量。死得不漂亮啊！如果这人是吕布，莫说10个，就算100个，我也吞得下。义兄，我曾经听你说过，当主一夫平定天下之后，你想当洛阳太守，所以
徐林兄，我把洛阳城烧给你。在你接收洛阳之前，我先将夺你性命的凶手带来了。推出去！大公子，王副帮主，你也在这儿？混蛋！到底有多少个吕布？小莫，你……没错，就是他中了吕布的奸计，我们才又见面了。大公子，我……张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你这样子好漂亮啊！你也看看场合吧。不愧是大公子，跟我先前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今天，大家都见识到吕布真正的实力了。从落在他手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命运。只可惜，连累了清风帮的兄弟们。大公子此言差矣。若不是残兵提前告知汾城一事，让弟兄们早一步离开洛阳，恐怕清风帮就要葬身火海，从此消失了。现在我们只牺牲了几十个人，却救回了数百弟兄的性命，谈何连累？说到底，罪魁祸首还是我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大家怎会……通！你们两个臭小子干嘛？造反了吗？还是发疯了？发疯的是你，风言风语，我听不下去了。大公子，你以为残兵是什么？我们从来没有失手过。况且你还不知道，此时此刻我们那个疯子首领在干什么呢？这么说还有后招？对呀，还有那家伙在。大公子的心情好了许多。是啊，接下来我们该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。吕布，站那么久，也该腰酸背痛了吧？咱们来切磋一下。很好，我的手也痒了。对，动手比较舒服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！先斩吕布的竟是我们。今天，我们可以在王城之内亲眼目睹吕将军战斗的英姿，着实令人心潮澎湃。来，让我带头助个威！吕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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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吕将军！士气好高，这些人对吕布有着绝对的信心。吕将军，战无不胜！副将中标了！进，别喊了！吵死了！对，吵死了！ 100斤，哼哼，错，是150斤。吹牛，你这矮子怎有如此力量？别笑死人了。但是，待我左手一挥，力道足有1000斤。来！ 要倒了，压下来了，跑啊！这不是人呐！这力道何止1000斤，但是单凭蛮力是不可能赢过我的。我有的是蛮力，所以才担当先锋。至于杀人，是他的工作。
这么强的吗？看来雷赫昂还没使出那招。真的有希望赢过吕布吗？可怕，真是强的可怕。怪不得连行事万无一失的许林也。残兵果然名不虚传。吕布也名不虚传啊，连马屁也拍得比别人响。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连招之下活命的人，也会是第一个取你们性命的人。有可能吗？他还没用兵器呢。不妨告诉你，无论用不用兵器，你都敌不过我俩联手的最强一招。这一招很强哦，连我们首领都挡不下来的。刚好，我喜欢挑战，所以为了提升你们的战意，打赢我，便免你们一死。好大的口气呀！雷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听得不是很清楚，似乎是说要饶我们一命。呸！你怎么看？很想揍他一顿。那就来吧。小姐，小姐，醒了，终于醒过来了。太好了，黄伯伯还以为没事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洛阳真的被董卓一把火给烧了，全死了，只有我们。该死！若不是元芳那臭小子利用我们，喂，别说了。怕什么？尽管说吧。对于那种人，你们以为我还会在意吗？小姐。不过，有一件事，此刻却不得不向他学习。学习他的逃跑伎俩。走吧。黄将军，你们孙家的女子了不起，我喜欢。小姐，怎么，剑伤有发作了吗？是啊，这次受的伤很深。尽情的哭吧，小姐。深入骨髓的伤痛是不会那么快就痊愈的。好热呀！大火还没烧过来，这里就已经和火炉一样了。我准备好欣赏你们的绝招了。好戏来了！我们也准备好了。绝招的名字是只用一次。出招了！怪名字。又来一次。对，不过更强更快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没完呢！一样，听到了吗？还没完呢！只差一点。厉害！吕布看来不是他俩的对手啊。好痛啊，但是痛快。我从未享受过如此这般痛快的感觉，但享受也该有个限度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看，那些西凉将士，眼看吕布处于下风，却没有一个人下来助阵，是不敢出手，还是对吕布有绝对的信心？这招叫只用一次，是因为从来没人可以活下来吗？可惜你是个例外。那就改成只用2次吧。如何？再来一次。单手单脚在战场上本已算是废物，没想到却练成了如此强劲的杀招。
令人佩服。你本为丁原义子，却卖父求荣，投奔董卓，对名利的执着，也着实令天下无耻之徒佩服。董公子，吕布加入西凉军的目的是什么？公子可曾想过？公子莫受挑拨，我的义父之心可昭日月。吕布，你要小心了。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叫你小心呐！太迟了！好，好一招声东击西。雷，这家伙很棘手啊！别担心，战场上没有杀不死的敌人。可怕，我开始担心了。直觉告诉我，如果现在不杀了你们，下一个死的就会是我了。说的没错。哎呀！又来一次吗？可惜我已经看穿了这招的破绽，就是先攻你这小子，然后再攻你的下盘。啊！糟了！强敌当前也不弃我自救，你太愚蠢了！放屁！挡下了。可惜我站不起来了。雷，别过去！这小子的五脏六腑已经被吕布强大的力量震伤了。只剩下你了，去取件兵器吧。唉，没有这个必要，我赤手空拳照样可以。来来来！笑死人了！就凭你这个残废，你没有兵器，连我都能打赢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打得不错啊！谁？哼！啊！将军，刚才为何不下令阻拦？你们没看见他肩上扛着的是什么吗？我已经杀了9个吕布，还有多少？看来这里的西凉人全都聋了。又是一个拿方天画戟的人，莫非？对，碰巧我也叫吕布。别报！张辽将军于西门外大败袁尚。好一个张辽！反而你们9个却打不过1个。简直有损吕布的名声啊！这些个窝囊废全是假货吧？怪不得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吕布的踪影。这些假货的作用就是迫使主公来这处死地，所以他们死的还算有价值。你才是真的。这么肯定？相当肯定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将士们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主将。懂得观察兵卒的眼神，你很不错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为何发笑啊？人说吕布有勇无谋，今日一见，令我恍然大悟。悟出什么？悟出水镜先生士气论的精髓。士气论，就是那篇天下第一谬论呐。说说看。贬敌台己，其法有3：其一，敌将出胜者，贬己方武将驽马；其二，
敌将多胜者，便己方军师择地失当，其后天时预判失误。其三，敌将常胜者，便其有勇无谋。常胜者被贬为有勇无谋，那不正是敌人对吕将军使用的手段吗？这就是敌人维持士气的法子呀！原来如此。今日得遇西凉军的常胜将军，在下倍感荣幸。过奖了。主将虽勇，赢得战争却还是要靠每一位将士一刀一枪去拼。归根结底，战争就是两军士气间的一场较量，对领军者名声的一场吹嘘。能被称为有勇无谋者，天下不出几人。你是其中之一。自黄巾之乱后，河北袁绍的势力迅速拓展，也是两个被称为有勇无谋者的功劳。你是颜良还是文丑？在下袁绍麾下上将军及6军军师文丑。这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文丑，被称为有勇无谋却战无不胜的大将。他单枪匹马到此，莫非有诈？安静，别乱！文丑兄果然厉害，几句话就令我方乱了军心。既然军心已乱，阁下有何对策？别无他法，唯有一战。不错，请备马。几句话已令我骑虎难下，对于将军这样的人，吕某深感敬畏，承君美意。好敌难求，请。这就是武将的豪迈啊！为将者当如是啊！董某受教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武将之勇啊！眼前这2位将军，智勇双全，残兵真的不如他们？我们败了吗？还是我们的勇者还没有出现？大火快呀！钟兄，王城里真的有密道可出城吗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现在唯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那位小兄弟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血还没止住，可是饼真的能止血吗？没错，拿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血不可白流啊！流多少，我便吃多少。方向变了，大火马上就会烧过来。就算火不烧来，我们若杀不出去，一样会被这烟呛死。知己知彼，生来不死；知天知地，生来不穷。孙子啊，我竟忘了你的兵法，真静啊，静得有点过分。前面地势凶险，我若是董卓，必会在此设伏。知道又能如何？此时此刻，我等已无路可退了。少问众将士，你们怕死吗？不怕。我问完了，现在就把答案告诉敌人吧。宋军被出汉了！王俊、马洪、郑杰在。刚才的问题，你们3人还未曾回答我。即使主公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末将还是故我；即使主公向董贼投降，末将还是坚持己忠；即使主公下令退兵，
末将还是会坚守到最后。诸君的回答少铭记于心。对，就算是要死，也不可失了袁家的颜面。上面是董卓。董卓。好，就在前方相见吧。上天，你赐予我一个华丽的牧场，让我死得漂亮。误主而死，天下传颂，袁家千秋，颜面有光啊！前面是董相国特别为袁绍设下的死地，不可以被这些贱民扰乱。传令下去，如若不对，格杀勿论。别过来，退下，退下！快看啊，烟吹过来了！既然进去都是死，大伙儿不如拼了！对，这怎么拼了？快下！别过来！弓箭手！快退！傻瓜，别站起来！战争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天下太平，为的是国泰民安，为的是兴仁义、复孝慈。何以眼前竟是人与人相杀不休？如果这就是苍天安排的命运，那么苍天已死。黄金贼张角说的没错，为了达成匡扶汉室的梦想而踏上杀戮之路，我和董卓又有什么分别？大哥，我矛盾了。所谓的苍天，乃是民愿，万民的意愿即苍天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天不在乎生死兴亡，生命凋零，只在乎是与非。你意向不决，只因你怕祸及无辜，坏了大哥的名声。但是，一个视自己颜面重于是非的人，根本成不了大事。董卓视颜面如粪土，成一代霸主。只是这人不顾民怨，不分是非，无异于逆天而行，必将走上灭亡之路。大哥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很好，二弟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我们只有数十士兵，加上这群民众，要是杀上去，必死伤惨重。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可以帮你们上去。你是董卓君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你？因为你们没有选择。再加上这些人救过我。好，我信你，大哥。我一进城门便会发难，你们就趁势冲进来。大哥，这人可信吗？你大哥我从没看错过人呐。
小兄弟，小心乱箭，别过去啊！大人，这人很面熟啊。是赵校尉，他还活着，快让他进来。这人是西凉军，王我们刚才救过他。西凉狗，不能好死！我走鬼也不放过你！不重颜面，是非分明，有趣的小子。大哥，你不怕被骗吗？忘了敌人给3弟的评语吗？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你看，他准备发出警告了。姓赵的，报上名来！来！后面是焚成大火呀，所以他是叫赵火吗？我看他是在指上面的天吧。那么是赵天，还是叫赵云？郑将军，你可曾想过，生命是什么？生老病死吧。不，我问的是武将的生命。老爹生前说过，15从军征，80誓得归。归？应是马革裹尸还吧。身为武将，若胜，还有永无休止的战事在等着你；若败，死者家眷咒骂你，军法处置你。若临阵退缩，史书上定会贬义你，你的后人也一生都抬不起头来。若有幸80岁仍不死，但看见年轻一辈沙场杀敌，而自己却有心无力，那时只怕比死更难受。武将的生命就是如此无奈和荒谬，选择了这样一条路，你后悔吗？多谢2位大人提点，我豁然开朗了。今日我们的武将之路就要终结，那么就不留一丝遗憾地将它走完吧。来了，是袁绍的先锋，领头的是郑杰，听说过此人。让他们过去。不错不错，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。不错不错，能葬在如此壮观的墓地里。现在只差一个轰轰烈烈的死了。啊，这是袁绍军的先锋。关东的援军来了。文丑大人还活着。文丑大人，我等奉主公之命前来驰援。吕布，你发现我在想什么了吗？
文丑大人的手在抖。这人难道就是能让文丑大人如此紧张的对手？看来他就是。又来了3个送死的。王俊，以打头阵，探探对方虚实。正有此意。文丑大人会发抖，只因身为主将，在求生与求死之间下不了决心。不似我等身为先锋，早已抱定必死之决心，反倒无需纠结。敌将，报上名来。吕布，果真是吕布。选择了这样一条路，你后悔吗？今日我们的武将之路就要终结，那么就不留一丝遗憾地将它走完吧。战神吕布，名不虚传，能死于战神旗下，我死得漂亮。才20岁，便战死了。身为武将，能与天下无双的吕布一战，他死得其所。郑兄，强敌当前，你我还有时间悲悯吗？哈哈哈哈！马红，我的手也开始抖了。哈哈哈哈！不是因为害怕，因为我等早知今日必死，会发抖只因为我好兴奋呐！这就是战役。作为武将，面对被称为战神的对手，只求一战。无关生死，只求一战。吕布，袁绍军先锋马洪在此，袁绍军先锋郑杰在此。请能和天下第一猛将一战，今日纵然战死，也无悔了。袁绍军还真是勇猛。小莫，这两个一起上，有希望吗？文丑在等什么？一起上啊！安静！痛快，好快！吕布，来接我一招！我懂了，这种感觉，这样肆意忘我，无所顾忌，仿佛自己已是天下无敌，只是徒有一刹那的快感，却失去了临阵必须的冷静。文丑大人，他终于下决心了。文丑，这次要让多少招？我们有3个人，请让30招。文丑大人，这好好感受吧。吕布的恐怖不仅仅在于他的武力。吕布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保护主公，杀出重围！我等今日以死报答主公。最吵的那个是我的。董卓来了！
勇在，我们下去。终于要来了。袁绍，你我二人许久未见。想不到几年前的一个西凉太守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挟持天子的恶贼。变革的步伐是停不了的。步伐太快，小心跌倒。人生起落无常，今日会跌倒的却是阁下。18路诸侯跌下了一个，还有17个。可惜群雄无首，将来亦只会自相残杀。你把他们看得太简单了。没错，人性绝不简单，正如阁下的野心一样。我心中只有天子。天子是什么？国之魂魄，没有天子，何来有国？那么天子何来？万民拥戴，顺天而来。袁绍，如今万民还拥戴皇帝吗？废话，只恨一人，祸国殃民。既受万民拥戴，那么黄巾贼又从何来？世间疾苦，民不聊生，诸侯们何以养尊处优，视而不见？董卓，你也一样，没有资格说我。我做过什么？你又做过什么？你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我以天下义师抗贼。住口！我们的塞外对抗效果数10年，大小战役过百，为国除外患。你们这些人安居中原，却令国风败坏，民不聊生，恶贼四起。凭什么说我主公？可笑！尔等既有保国之心，却驻兵皇都，干预朝政，岂非自相矛盾？黄巾之乱，幼帝登基却无人辅佐，诸侯以平乱为由，趁势做大，一个个拥兵自重，穷兵黩武，内乱已成定局，100年未有的乱世将至，天下百姓将活在地狱之中，不知何时才会终结。我为救此危局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辅佐天子铲除异心，我有错吗？铲除异心便能天下太平吗？董卓，管治天下并非如此简单。皇帝顺天而来，只是尔等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找的借口。试问何人曾见过上苍，听过天命？袁绍啊，苍天已死！你的理念居然和黄巾贼如出一辙。贼？何为贼？袁绍，董某正是要消除每一个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窃国之贼，还天下一个干干净净。除淤血，生祸乱，人才知什么是可贵。贼喊捉贼，一派胡言！可恨的世代公卿，达官显贵，都给我死！天真的死了。董卓，你管治天下的理念，注定像我的生命一般，一闪即逝。逆天而行，结果只有一个。董卓，你的末日近了。袁绍死了，这就是所谓的顺应天意吧？给我下山取回袁绍的首级，送来救王城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华兄，看来吕布比我更受欢迎啊！董卓来了，难道袁绍大人？好刀法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脱刀法呀！这记翻身真是妙绝。看来大家已忘了城下一句之意。叔叔1敌3，不错不错。对，让了数10招，强如文丑，亦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华兄，你认为我看到了什么？以末将看来，这是有心炫耀。我看见吕布正在建立自己的威望，今后将会是一个漫长的乱世。我老了，统一天下之愿，在我有生之年可能完不成了。随后的事，你能代替叔叔完成吗？叔叔，吕布的威望正扶摇直上，更凌驾于你。如果我死了，你有能力去驾驭吕布吗？还是让吕布来驾驭你？叔叔，你的意思是，吕布会取而代之？没人知道吕布的心在想什么。主公虽与他君臣相称，实则与父子无异。但这人曾为名利杀了自己的义父丁原，我看主公这是养虎为患。持国如骑虎，用人也是一样。若一个人能驾驭猛虎，世上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？我可没有叔叔的骑术。那么，当吕布杀了这3人之后，结局便无可改变。在我死后，吕布必将你取而代之。30招，快到！刀枪无眼，公子来做什么？文丑，你的主公袁绍已死，何不速速归降？袁绍已死，袁绍已死，袁绍降吧，降吧！公子，只怕他们不会如我所愿是吗？我再说一次，速速归降！这里只有断头将军，还有生平的将军。我捉住他的旗了！快！一命换一命。可惜我的命还不配。文丑，30招已让完了，你在想什么？他能看穿我的心。战又不战，降又不降。皇儿，你终于出手了吗？如今袁绍已死，关东联军群龙无首，必将瓦解。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文丑，你又何去何从呢？我非吕布之流，文丑尚有忠义之心。于忠啊，天下大乱，就是因为袁绍这样的庸人太多。吕布与你不同，他是非分明，所以才会选择我方一时。因为他知道，能解开天下困局的只有我们董家，所以他甘愿受尽天下人唾骂，对董家尽忠职守，至死不渝。公子说得好，吕将军忠于董家，弃暗投明，跟你的于忠实有天渊之别。
文成，投降吧！你看公子那份豪迈，跟当年的主公多像。好小子，能以降敌之说提醒将士们，吕布乃是不义之人，而后再以忠义之名赞扬吕布，让他有台阶可下，实乃一举两得。这样一来，吕布就算要反，亦得不到人心，而公子的地位反而变得牢不可破。皇儿，你长大了。誓死不降！董卓，还我主公命来！挡不杀！螳臂挡车！这人好厉害，前面不行了！喂，怕什么？给我拿下！西凉人除了吕布，全都是废物，当我者死！文丑，我来会你。我就是在等你呀！什么意思？这蠢材，竟然离开了主公！啊！此话怎讲？莫非这就是袁绍的人头？死得不漂亮啊！吕布曾为名利杀得自己的养父丁原，我看主公须这是养虎为患。好。义父，这人是一个本该死去的人，先假扮我军刺杀袁绍，再送来袁绍的假人头。只要我稍有疏忽，这人便可趁机发难，挟持我。这一仗，袁绍便可反败为胜。能在败局之中谋划出此等计谋的人，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袁方吧。袁绍的人头，死得不漂亮啊！死得不漂亮啊！与水镜八奇相比，奉先你还是棋高一招啊！可笑的是，袁绍兄屈尊降贵，甘当一名小卒，未免太过委屈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出手太迟了。什么？袁绍还活着呢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袁绍、袁方，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公子，
元芳谋划的本是一条起死回生的绝妙好计，可惜却败在了文丑手上。我早知道你在拖延时间，但并不清楚拖延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就先陪你玩一玩。袁绍帐下皆乃忠勇之人，方才一听到袁绍的死讯，这两人便疯了一般向我扑来，一心殉主。而你却没有这么做，是你文丑的忠勇之心不及此二人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所以我料定你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，使我远离义父身边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当元芳献头之际，你立刻向义父所在之地全力攻了过去。以你的实力，一般兵卒当然无法抵挡。如此一来，连一直守在义父身边的华雄也被引开。这时，义父的身边已没有得力护卫，这正是元芳出手的最佳时机。这家伙不是人呢！文丑，我们败在这里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疏忽，公子。若不是你早就预测到我的行动，忍辱负重等待时机，这计谋根本就无法成立。我们各自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，今日虽败，元芳亦无悔了。可文丑心中有愧呀！就这样结束，我不甘心了。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我看见一只有力的手放在他绝对信任的人肩上，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，我感觉到自己败得彻底。大人的状况看起来有些不妙啊！大人无需惊慌，还有我们兄弟在。上面的是谁？给我出来！这个声音是……哦，差点忘了。来人，给我抓住那家伙！我军还有一支无法驾驭的骑兵。这就是人称奇才的元芳吗？你还要躺到何时？在逆境中，可需保持冷静，冷静乃军事之本。但是，现在的我有心无力。我父亲的凶手啊！这么说，此人就是残兵之首。这小子不是死了吗？一切真的是莫名其妙。更奇妙的是，我看见一个愤怒的表情，这个表情告诉我，吕布已失去为警者应有的冷静。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计谋。任谁也无法做到算无一策。以前那个总说自己管仲在世、子房复生的司马家二公子哪儿去了？哎，童言无忌。不过，即便一切都失算，我也替你留了最后的杀招。那怪物终于来了！霍哥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什么正是时候？这家伙就不能早点来？别乱，守住阵型，别乱！你终于来了，竟然连吕布也乱了！仲达，你说的机会来了。
用兵之道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用虚效制造真效。阿黄，最后的杀招就是照火！从一开始就不是吕布。董卓，初次见面。后面！许灵死后，我们一直在找那独眼杀手，想不到这只是一个幌子。更没想到，残兵的首领就是你。有件事令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和他们不一样？相传残兵皆为身有残缺之人，可我实在看不出你哪里。怎会如此？他结结实实吃了吕布一击。那小子竟然没事？难道你天生就没有？对，孺子可教啊。他是人吗？人们都说吕布不是人，要我说，咱们这个疯子老大比吕布更不像人呢。你喝了？啊，这不是酒吗？傻瓜，这可是四叔特制的穿肠破肚芥辣油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酒。竟然整瓶喝光，你会痛死的。我现在全身暖洋洋的，死应该不会这么舒服吧？你这副鬼身体，与行尸走肉何异？仲达，痛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想知道什么？想知道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也会怕死吗？哼，当然。那事情就简单多了。用你这条命换这里所有人的命，怎样？这买卖很划算吧？的确很划算，只是董某也很想知道。想知道什么？有你在这里制住我，其他人方可脱身。那么你自己又要如何脱身呢？二哥，那小子真的是怪物。大哥看人最准，绝不会错。以命换命，这就是残兵吗？这次多亏了阿火，我们和这些百姓才得以逃出升天。这个疯子，幸好我和这家伙是同一边。哎，没想到洛阳的水土工程如此厉害，只要将护城河的水抽干。所谓的王城密道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几人不是？看来袁绍大人也受苦了。
哪里，算不得受苦。孟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……”袁叔叔，是你呀，很好。芳儿，怎么你连孙家小姐也带来了？后果收了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怎么，年轻人又拌嘴了吗？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，还是先跟着袁大人离开此地再说。进马车里坐吧，陪芳儿。袁叔叔，我就在这儿陪着您坐坐吧。2年不见，出落得越发漂亮。芳儿有福啊！就这么让袁绍走了，可惜，而且连那残兵首领竟然也脱身了。姓赵的，老子誓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这3个怪人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甘愿以身犯险换那残兵首领一命，真是始料未及啊！算时间，他们也该要逃出西凉军势力范围了。大哥，那姓赵的真了不起，你果然没看错人。哈哈，能让3弟夸上一句了不起的人，天下间也没有几个呀。你刚才说自己叫刘备，惭愧，不过无名之辈罢了。刘备，你这样做没想过后果吗？后果就是袁绍和洛阳的百姓都保住了性命。那你们自己的性命呢？保得住吗？大哥敢这么做，自然是已经有了脱身的办法。是吗？其实你们只要挟持你去到城外，如此一来，既可逃脱洛阳，又可取你性命，天下第一大功啊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可是，咱们这位脑子古怪的大哥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刘备，说说你的打算。你死了，天下只会更乱。群雄失去眼前共同的目标，必会互相争斗吞并，整个天下都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兵祸之中。到那时，百姓受的苦，恐怕比现在更甚100倍。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甘愿放弃立下盖世奇功的机会？没错，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才能保住自己的人头，董卓。刘备啊，刘备，董某几乎就想留你一命了。看看你这个无名之辈，还能做到何时？我不杀你，你也不杀我，礼尚往来，有借有还，方是大丈夫所为。况且，吕布不在这里，你想杀我，也并非易事吧？你们记住，我儿吕布要杀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活着。今年可真奇怪啊，到今天才下了这第1场雪。换作往年，祭祖节前都下了4、5场了。还不都怪那董贼逆天而行，倒行逆施，惹得苍天震怒。怎么驾车的？小心点啊！抱歉，对不住啊。又流血了。花儿，还好吗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痛。活该！你说谁活该？再乱说话，
小心人头落地。梦姐，布拿到了吗？来了。这是哪位？大美人啊！布拿来了就快帮老子止血。知道了，躺着别乱动。真是。雷，你怎么样？不碍事儿，一点皮外伤，加一点内伤。而已。老大，你虽然不会疼，但全身的伤势加起来比他还重啊！小场面，随便舔一舔，睡一觉起来便好了。才刚包好，你坐起来干嘛？快躺！到底是谁？躺着怎么吃东西啊？刚才的饼呢？拿来。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鬼啊！鬼啊！啊！黄盖，这小子杀不得。元朝大人，这小子是西凉军校尉。谁杀谁还不一定。他不是已经……诸位，给袁某一个面子，先别动手。大人，知不知道他？我只知道他是这里所有人的救命恩人。你们好啰嗦，想杀我就来吧。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小曲，来吧。自产不休的家伙！你的镇定换来了我的信任。和我的不智。后面怎么了？敌人追上来了，快走啊！杀害许林的真凶就是你！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蠢了。没错，真是太蠢了！丧友之痛令我失去了为将者最重要的冷静，才会三番两次为你愚弄。吕布，只差一步啊！对，就欠着最后一击。别忘了，还有我，快动手！残兵，我最后靠你了！你们护送大公子先走，像以前一样，没我的命令不准回头，有请小梦。明白，和以前一样，无论对手多强，最后的工作总是留给我的。我又见到了这个眼神。那天，那个令我今生第一次感到恐惧的眼神，又出现了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吕布，我救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为许林报仇的使命即将完成。
终归要死，要活的还是活下来。许林生前常说这句话，他正在下面等你。去！完呢？你还没死呢！还能再战？天下竟有这样的武将！他真的是怪物？你和我不一样，吕布啊，你现在很痛吧？痛不重要，痛快才最重要。现在还想杀我吗？我。小毒妇，看到这个了吗？什么？这可是人中吕布的戟啊！我今天就割爱，用它来换你手上的剑吧。你们这些人，全不是吕布的对手，想活命，就跟我换一把兵器。在洛阳河道救我的是你，在北门楼救我的也是你。我说的对吗？残兵首领。你这婆娘，打从见面起，不是抓我就是杀我，我怎么可能救你？难道我贪图你孙家的权势，想借此亲近你，图谋不轨？你们这些当大小姐的，怎么总爱胡思乱想？喂，小子！你反悔也没用，剑不会还你的。只要你活着，我就答应你。小姐，你答应他什么？真啰嗦。胜负会如何呢？无
无数武将死于吕布旗下，只怕那位年轻人也。战争就是如此冷酷无情，多少心怀壮志的年轻人，终将像流星般一闪即逝。残存亦没路。残兵，傻瓜，哭什么？我的命一点都不重要。你我都是残兵，记住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无需在意我的生死，任务优先。残兵，不要死！如果你死了，我的努力便白费。他说的对，在北门楼杀我15员将官的人，一定是你。整个洛阳城除了我，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。整个洛阳城，也只有你这个傻子，才会3番4次被我愚弄。可惜，愚弄我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知道吗？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愚弄你。啊！是时候上路了。虚无在下面等你很久了。很奇怪，我忽然知道什么是痛了。痛，乃是源自内心的恐惧，又或者，跟这个怪物相比，我忽然像个人了。我杀人无数，在我的画戟之下，那些自称是强者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。而今天，我用上了2只戟。这个人绝非一般的刺客。更何况，在他身后还有一群非比寻常的同伴。终于发作了吗？我可伤得那么重，他还坚持得住吗？他一定没问题。解药来了。这是中毒了。
中毒？怎么回事？漂亮的花总是带刺的。公子，更可怕的是，在这群人背后，必然有一名鬼神莫测的灾花者。毒药竟藏在口中，真的被愚弄了。吕布，你现在相信了吗？幸好毒性似乎不深。你若太早中毒，我们挟持董卓救出所有人的大计便难以成功。此计的精髓就在于，你若执意追杀，途中必会毒发。可惜你低估了我的体力，在赶回去解毒之前，我仍有余力杀你。毒是迟了一点才发作，但是你也低估了一件事，在你身后是一群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的人。当你是狼时，他们是羊；当你变成羊时，只要杀了吕布，关东联军必有重赏。有了赏金，他们就可以重建家园。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。残兵从未失手，这次也将全身而退。如此周密的计算，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啊？小姐，别过去！绝对不是鬼，他只不过是个怪物。万人我都不怕，难道会怕这区区几百人？那么，在这群满腔怒气的人之外，再加上一个挡你几百招也不会倒下的臭小子吧？打不死，他果真是打不死的。我是刺客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一直纠缠下去，直到你毒发倒下，直到我们之中有一人彻底死去。你的话太多了，无非是想我知难而退，因为你已经怕了。怕？我怎会怕你这卖富求荣的人渣？这小子疯了吗？为何要如此不留余地的激怒吕布？他真的是要拼命了呀！你再说一次，吕布，你这弑父求荣、见利忘义的三姓家奴！追去，你胜了。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还可以冷静地权衡利弊，而你最终做出的，依然是一个令自己臭名远播的选择。我要杀你，只为报许林的知遇之恩。若当真与你同归于尽，未免太过愚蠢。吕布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可没说要放你走。对。我对天发誓，下次见面时，就是你的死期。继续走，别回头。说
忽然怕死了，怕的连站也站不稳。燎原火，这不像你。错，我就是我。我在等待，等待火凤燎原的那一刻。是我活在梦中，还是梦活在我的人生中？刚才的是幻觉，还是这场洛阳大火给我的启示？二公子，他们来了，马车里还有其他人。燎原火，你这个爱多管闲事的家伙，我已被你推上历史的舞台了。追击董卓了吗？